为时间到啊，请咱备办咱的心，开始今仔早时的敬拜，请走啊。全地着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用俄乐入伊的院，着感谢伊俄乐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三角来吟圣诗182首，圣诗182首。我信全能上帝。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路玛利亚出世，以本有比拉多人来受苦，并是日下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一日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共的教会，信徒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复活，永远活命。阿门。请坐。教徒启文第50篇，启文第50篇。我来启大家来引。至关上主的神临到我。因为上主有应由我，
找我去传好消息，予塞车人。这异地心灵破罪人，宣布受掠的得到讨办。是我的上道路。宣布上主温台人的年。甲咱地上最是阮的日。安慰所有悲哀的人，伫失安悲哀的人。互伊欢欢代替悲苦。欢喜的油代替悲哀。清晨的草代替忧伤的心。因受称作公义的树。上主在前代替免伊家己的平安。我要用信实甲因报赏。要甲因入永远的约。因的后代伫列国会得到好的名声。因的子孙伫万邦会出名。所有看见伊的人会承认，因是上主赐福的子民。以上。请咱大家同心压头来祈祷。慈悲听人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你创造宇宙万物，佮照你的像来创造阮人类，互阮通享受你所创造的。总是阮人无顺服，拄着刺，互私欲所迷惑，就有缘会犯罪堕落。你为了要拯救阮世间的人，就定着伫创世以前拣选阮。通过你所指派的独生囝耶稣基督，道成肉体降伫世间。伊是上帝羊羔，替阮钉死伫十字架顶，老出宝血来洗清阮所犯的罪，赦免阮的辜负，佮对世人中各活就天。或去若信靠伊的人，通称做义，有永远的活命。相时你也应允阮，人若踮伫基督，就是做新创造的。有的代志已经过去，打拢变成新的，通甲你过好，也将即个劝人甲你过好的积分赐予阮。你的行极大，你的恩典满满，阮深深感谢学了你。总是阮也有罪性，伫日常的生活中受到诱惑，做做歹，有做过失。阮伫遮要诚心悔改认罪，求主你赦免阮。怜悯阮，通过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骨摆来洗清阮的罪，互阮伫基督的内面来成做你的义，请来求你圣心帮助阮，伫生活中通遵照你所启示的真理，诚诚直到完全。亲爱主耶稣啊，你是世间的光，对你的人无惊伫暗，反倒要有活命的光。愿恳求你日日引带阮。行伫你光的内面，学习顺服，一世人来跟对你，服侍你，遵趁你所交付阮的命令，四围传播福音，为主来见证，荣光你的名。今仔日圣的主日，阮伫遮要领受你伫顶面来赏赐阮的真理，因为你的话是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是阮活命的饼。你讲，互人活的就是神。肉体就无利益，你所甲阮讲的话是神，是活命。你的话改变阮的生命，互阮来过圣洁得胜的生活。今仔日是大众传播纪念日，阮感谢你差派忠心的罗牧，阮所敬敬的道牧师来到阮的中间，分享的信息。求主圣神充满伊，拍开阮逐人的心门。互伊所讲的信息，阮逐人定根伫基督的内面，坚固阮的信心，阮的灵性会当成长，同心复兴阮的教会。阮即时为着世间，才会做疫情来祈祷，求主怜悯施恩，通过疫苗，互百姓拢有够家有风食来厝，互这病的人来通过医药。互病毒离开，互恢复阮健康，也互经济拢会当恢复。咱也为着即摆大陆、荷兰、郑州的大水，受灾的百姓来祈求，求主来怜悯伊，拯救因，帮助因来重建家园。但阮也特别求主来医治阮教会为兄弟姊妹
啊，即摆要带入病院，化病都伫成立。比如说你来看国因、夫妻因、也保守因，当我即时要为着所有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主你祝福，啊，阮兄弟姊妹大家幸福永行，人民丰盛，祝愿大人平安，愿一切尊贵、关联甲荣光拢归乎你。阮来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三个来看上帝话，今仔日有两位，头一位伫约翰福音15章第16节到17节，约翰福音第15章16节到17节，这是我的强卡。毋是恁敬我，是我敬你，佮设立恁，互恁去结果子，佮互恁的果子久长伫咧，互恁伫我的名，无论对爸求什么，伊就互恁。我用这个命令恁，是要互恁三听。第二位，咱来看《希伯来书》11章第13节到16节，《希伯来书》第11章13节到16节，我来强读。这个拢是照神来死，袂捌得到所应允的，独到远远看，欢喜来得接，佮家己认因认知地上做人客，做出外的，因为安尼讲的是表明因咧找一个家做家，因若少年所对遐出来的地，就会通到倒转的机会，总是当因希望搁较好的，就是天听的。所以上帝称因的上帝，无掠做见笑，因为已经替因备办一个城。以上愿上帝祝福今仔听你的话，搁来行的人。下面正道，咱要来请杜牧师，今仔日要正道的题目，毋是5年，来请杜牧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甲咱做伙来敬拜上帝。虽然伫网络的报送的顶悬，总是即摆转来嘛是感觉真亲切，因为看到吴牧师，我真早就熟悉，看到咱组织长老，咱久长拍拼的同工，看到文光，满心的欢喜感谢。特别咱有新的牧师，甲你恭喜。我嘛伫负责牧师的领导下面，咱兄弟姊妹拢会当委身基督，委身教会，复兴桃园教会，这是上帝所设立的教会，咱有责任来甲伊复兴。那今仔日呢，是这个新港公电视台，是咱总会传播主日。新港公电视台是2008年开台。咱想袂到讲，第4代一户收1箍，全国500几万户，所以一个月就要500几万，一年干那报送费就要6000几万，佫制作所以咱烧2年的钱就挡袂掉，就爱关起来。要关进前，咱的教会有算15万。我的妈妈献10万，我一直在祈祷，到底我爱将这25万甲夹起，夹起伊就要关起来敢有效？但是心内一个感动讲，若是救一条灵魂，就有价值。就将这25万甲夹起，夹起无偌久，咱的教会来一个红头法师。伊讲伊就是看咱桃园教会新安宫的礼拜，找来咱教会来礼拜。我头拄看周报伊佫有来咧礼拜呢，伊佫奉献1500块感谢主。
所以凡事拢有上帝真美好的安排，上帝真美好的旨意。遐日即个牧师来问咱一个问题吼，讲你真做一个基督徒，这是偶然的，是呢上帝对你的安排，对你的精选。你伫人海茫茫的中间，你娶到这个水某，嫁到这个好翁，到底这是偶然去拄着，还是有天安排？咱每一个人的人生的中间，拢充满真侪偶然甲必然。咱有需要用一寡心思，去甲伊厘清，什么是偶然？翠萍讲，拄拄啊好，拄拄啊好。什么是偶然？什么是必然？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个偶然必然对咱的影响。人的行为是有伊的必然性。比如说，我脚行一步，是50公分，就是半公尺。在无任何人事物的影响之下，我若行200步，一定我会当向前呢100公尺，这是必然。总是伫咧行的过程的中间，你常常拄到一台车，还是拄到一台铁马奥多麦，你的骹步呢，就爱那放势，你的骹步呢，就爱揪转来。你讲起来，你行200步，你就无法度来完成100公尺。总是人这种必然性，会受到其他事物来影响，就是安尼。你伫这个过程的中间，你毋知会拄到车，拄到什么款的人，还是拄到什么款的奥多麦，至到呢，你无法度向前200步就行100公尺。所以咱的人生，就是对这个例会当看出讲，咱的人生有一个偶然甲必然，伫迄无共款的阶段的中间，咧互相交叉、互相交缠。互相对咱来影响。比如讲，咱开始老哇，你真水的头毛变了愈来愈细，头毛变细，这是必然的结果所以无论什么款的情形，拢是必然的范围对细节来看，头毛会变较细，也是有的人变做秃头。也是有个人变做光头，有可能迄当事人伊洗头毛了呢，伊就真爱粘头毛，粘到这头壳皮所以破皮，所以就真够落头毛。有时落一支，有落几撮，因为你这头壳皮呢破皮，所以你会变洗头毛，你会变呢秃头，甚至呢你会变光头。也是有个人。洗头毛了，伊咧洗头毛的时真出力，至到呢，伊真够落头毛。所以看起来那亲就是偶然发生的，其实呢，到最后拢是必然的产物。看起来甲原先咱有聊的结果无共款，其实呢，拢是这个必然的范围的中间。所以偶然是伫无目的、无预算、无拍算。无定向，你无法度掌握无确定、无规则的情形下来发生，这是偶然的内涵。意思你想袂到，突然的，你无法度预期的，所以呢，你要伫这种偶然的内涵的中间找找意义你找无意义因为你想袂到，无一定会阁发生。所以你无法度找到意义甲目的，这是无才干。必然的性质拄好甲偶然颠倒变。伊是科学的定律，伊是代志的事理，伊是生命的道理，伊是有规则的、有目的的、有意义的，会当有期发生的。所以咱看到真侪偶然，咱无去甲伊用心。用时间去甲伊敲做迄个背后的必然，安尼咱就真容易呢来失去咱生命的价值、生命意义，
将咱的生命，甲伊偶然化，啊，你都无去甲找迄个背后的必然，背后迄个原因，背后迄个道理，你无去甲伊找，无用心去甲伊敲找，所以你就想讲啊，这个人生啊是无价值的，是偶然的，是无意义的。信仰的可贵就是啊，咱会当呢帮助咱的生命去找到呢生命中的必然。进一步呢，甲创造咱的上帝，创造咱的天父上帝，咱有机会来甲伊结连。伫结连的中间，咱敲找到生命意义。所以第二项，这个世界呢，并不是呢偶然的。古早有一个哲学家叫做巴利，伊提出一个真出名的设计论证，来证明讲这个世界的存在是有意义的。伊提一个譬如讲，有一个人去深山，伫遐行路，中间忽然踢到一粒表啊！这个表啊，伊甲伊捡起来，详细甲伊讲，这粒表啊呢，表面呢有两支针，这针呢，沿这个表面呢做规律的移动，这个人真好奇啊，无就将这个挂呢表面甲伊拍开看卖啊，内底啊真侪齿轮、齿板、发条。保石将这发条呢，甲准好按的时阵呢，这个表啊，佫开始在震动。所以对这粒表啊，看到真明显，这么水，这么精密的这个表啊，背后一定是有一个创造者。这个人真牛去甲伊设计，这个人呢真用心呢去甲伊做这个表啊，互这个表啊呢，这么准，这么水。巴利发现，咱所徛起的世界，这个宇宙呢，比这个表啊佫较精密。一年365天，四季春夏秋冬，一日24点钟的运转，天顶的星辰拢照伊的轨道咧行，太阳、月亮、星星，拢真准在运行。讲咱的人，干那咱的头壳，偌侪细胞，100亿。100亿个细胞，你中风火去踢着你就安那，你就行袂好势，你讲话就讲袂清楚，一瞬你就袂使呐，袂使去顶打去啊。所以咱对这粒表啊，对这个世界，对咱人的头壳的结果，咱就知影，迄个背后一定有一个伟大的创造者，一个伟大的设计者。顶礼拜7月20。咱人类啊有5个，就是亚马逊的这个贝佐斯，甲其他4个人，坐太空船啊去外太空，106公里的所在，伫遐旅游啦。这是1969年7月21，人类第一摆去到月球阿姆斯壮，到即摆52年后，会当。真正载人来去外太空佚佗啦，毋过这个船票较贵啊，太空舱的船票较贵啊，听讲是2500万美金啊，加一个人买票，拄好7.7亿咱台票。所以这台太空船，贝佐斯因坐这太空船，伊若无真精密的设计、计划，安尼啊。因无可能真准时佫转来到这个地球的所在。所以咱看见的太空船的精密、世界的精密、人体的精密啊，咱就知影背后有一个伟大的创造者。佮咱咧读一本伟大的文学作家的作品，背后一定有一个伟大的心灵伫遐来写作。咱听一个真水。美妙的音乐，伫迄个背后，有一个真伟大的作家、音乐家伫遐，绝对毋是偶然的。所以出名的哲学家西塞罗伊讲，这个世界真有次数啊，绝对毋是26个 ABCD 的字母啊，伫遐摇来摇去变成的，绝对毋是安尼。所以咱对宇宙世界人体结构的次数，会当认捌咱这个世界有一个伟大的创造者。因为有这个伟大的创造者，这个世界是啥有意义的，
这个世界是有目的的，你的生命是啥？有意义的，你的生命是有意义的。所以圣经甲咱讲，诗篇19篇第1节到第3节，安尼讲：这个天讲起上帝的荣光，强强传扬伊的手所做，这日对迄日发出言语，这暝对迄暝发出财物。上帝就是创造这个天的，拢要讲起上帝的荣耀。哇！诗篇甲咱讲，这世界就是上帝所创造的，咱就要学了，咱就要来荣光上帝，因为你的生命是有意义的。上帝创造万物，各照伊的时，真做美妙，各按其时啊，使它成为美妙。你在小孩子的时候，没有那么美妙。当你呢18岁成了一朵花的时候，哇，这婀娜多姿啊，非常的美妙。所以上帝创造万物，照伊的时，互伊真做美妙，佮将永远的观念下伫人的心啊。上帝创造我们，上帝创造啦，早就将永生、永远的观念放伫人的心啊。总是人啊，对头到尾啊，对上帝所做煞无法度啦，看无啦。早就甲永生的物件，早就将永远的观念，早就将必然的，你是有目的的。上帝早就放伫人的心啊，上帝已经甲咱放伫咱的心的中间啊。总是呢，你安那，你却无去敬畏耶和华，你就失去智慧的开端。你无认捌至圣者，你就失去认捌这个世界的参命。你去互罪恶甲你捆绑，甲你遮砍，互你甲上帝关系隔离。直到你相信讲。我的生命只不过是偶然的存在啊！你找无活路，找无意义，分分顿顿、忙忙渺渺，一日过一日，无意中呢，佮沉沦伫迄个罪恶的深渊的中间，我家己呢活伫混乱，无目标，无趣味，无热情，无行动，无愿望，嘛无平安甲喜乐啊！所以你的生命活了真辛苦，你的担真重。非常的可惜，真无彩，因为你无伫迄个偶然的中间来敲找着必然的意义，就是咱的主。因为这个原因，天父上帝呢就差派伊的圣子耶稣基督，道成肉体来拯救咱人，呼召咱，借着耶稣基督呼召咱转来到伫爸创造咱的爸，呼召咱重新来敲找生命的源头。重新甲上帝必然来连结，所以圣经安尼讲上帝疼世间人，将独生的囝赏赐世间，互今仔信你的人未定论会得永远活，伊疼世间到安尼。上帝疼世间人，你若找到意义啊，你就袂沉沦落去，你就袂搁去互罪恶甲你捆绑啊。你若通过耶稣基督，你就要得到永远活，你就要去看见上帝将永远的观念放伫你的生命的中间，你就袂搁继续沉沦落去啊！所以，这个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伊嘛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讲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耶稣，上帝的囝，伊讲出官兵的话，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讲我的人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有迄个永远的观念，永远的观念伫你的生命中间有意义，你就袂搁枵过，因为你有迄个生命的源头伫你的中间。所以主耶稣讲，我甲你讲的话就是灵，是活命。我说的话就是灵啊，让你的属灵的生命活起来。互你有意义起来，所以上帝的话是你要互你的灵魂啊，搁活起来。你要定定听主的话，
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神，就是活命。耶稣讲，我就是道路，是真理，是活命。若无对我，就无人就滚背。你也看主耶稣所讲的，是遮尔有权柄，总是伊所做，是遮尔有疼心，遮尔有怜悯。伊怜悯迄个哀乐的查某囝，甲拿因的寡妇的后生，互因对死人忠告啊，叫列撒罗对坟墓中行出来，伊赶走迄个吉洛新的鬼，医好青眉巴底麦，伊平静风甲海，因五块饼2尾鱼啦，互5000人食到饱。伫迦纳宴席的中间，将水变做酒，赦免迄个犯奸淫的妇人人，清去迄个圣殿，赶走迄个霸占圣殿、遐欺负百姓百姓才会胜利啦，替因出气。耶稣的言语，耶稣的作为，毋是无目的的，伊是完全在执行上帝的旨意。伫伊的生命中，包括伫十字架顶悬，拢要显出上帝的荣光。所以主耶稣的对咱清楚讲，人的生命毋是偶然的。咱对主耶稣，咱就知影讲，咱的生命毋是偶然，嘛毋是有无意义的。只要你相信，你悔改你的罪啦，就要得到赦免，就要脱离迄个罪恶的捆绑，迄个永生的活命，迄个永生的观念，迄个有意义的，就要甲你同在。你的生命就要不断经验的上帝丰富甲喜乐。所以今日圣经甲咱讲，毋是恁敬我，是我敬你啊！佮设立恁，互恁去结果子。互恁的果子会当久长伫地，互恁伫我的名，无论对白求什么，伊就拢互恁，伊就拢互恁。所以这段圣经，毋是咧甲咱讲，哦，我要敬信佛教，我要敬信天主教，我要敬信基督教，毋是，是上帝敬你。圣经真清楚，你的生命是有意义的，是上帝敬你，毋是你敬我，是我敬你。那敬你呢，佮要设立恁去结果子济济啊！你受上帝拣选，若受敬尔尔，你还佮受设立，设立要创啥？去结果子济济。哦，亲像遮抱的结果子济济，毋若结果子济济咧。佮爱啦，互遮果子呢，久长伫地，久长伫地。所以今仔日你会当伫汤教会这间教会做礼拜、做牧师、做长老、做执事、做新学生、司琴，这毋是偶然的，毋是无意义的，是上帝伫你的生命有伊的计划，有目的。所以，咱就要常常用你的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上帝，主较会欢喜。你用你的心灵敬拜上帝的时阵，你的灵就得甲圣神呢来沟通。而且沟通的中间，来不断明白上帝伫你心中的意义，你有谦卑来回应，伊对你拯救的恩典，就要出去结果子济济啊！这李文贵，哦，咱拢捌。啊，伊的太太叫做邱素美，因两个人就是看迄《中信月刊》，啊来坐伫后壁来做礼拜。教会兄弟姊妹就甲伊关心，啊一段时间无来，煞歹势来吼。啊，因太太破病的时阵，哇，咱兄弟姊妹啊，拢过去来看，去替祈祷，啊，伊就过来。啊，到无法度时啊。伫闽城，还是伫这长庚的时阵，哇！这两个人真感动。哇！我若无对教会有贡献，啊，你拢对阮遮好，甲阮关心。啊，迄当时咧，哦，郑秋啦，啊，春燕啦，啊，还有秀香啦，啊，哇！这几个真爱祈祷，而且兄弟姊妹祭品啦，哦，拢去替因祈祷。所以这两个人。啊，就变成牧师甲伊洗礼，
哦，说了，这个李文贵哦，既然教会兄弟姊妹有啥物丧事、破病，还是入殓的，甚至火化送去到平安园，我都有看到李文贵，哇，感觉非常的感动，非常感动。啊，这不是偶然的，哦，上帝拣选咱不是偶然。哦，黄文义，伫人生上落魄的时阵，伫个买一台旧车，内底拄好一本圣经，爱看这本圣经信耶稣。拄好今仔日文光，会知是师会，伊个太太，哇，3个器官啊，安怎样？明小姐3个器官爱开刀啊，开2/3条呢，开刀进前。一贯道也来祈祷，民间宗教也来祈祷，阿弥陀佛也来甲祈祷，有2个信耶稣的，讲我来甲你祈祷好，伊讲好啊。开刀了后，目睭一个金，第一个看到十字架，就出来到伫桃园教会，即马全家信主，去做中职，啊，感谢上帝！你每一个人得救，拢毋是偶然的，拢有上帝特别的竞选甲意义。今年4月初4，八地教会，这咱较早中会不看好的教会，是咱的教会啊，巴德教会，买一台167万的福音车，这福斯 T6，因迄台旧车19年啊，这样换一台新的。这台车要交车进前呢，我较早有一条保险，就是甲继承长老买，伊即马将迄个业务呢交互一个黄小姐，迄黄小姐拄好去拜访我，听讲我要买一台车，伊就紧介绍伊一个朋友咱桃园的车商，来找我，迄个车商呢，我要交车，我属你2万，结果呢嘛无甲买这个车商就足问我来讲，牧师，我想不通嘞，想不透了。我说为什么我便宜你2万？我的保养厂又在桃园，你是在台北啊？那你不跟我买，为什么要跟他买？我也不知道。我最后也有开会说要不要这样他杀价伊要抬价，咱要甲买无？好啊，讲要好啊啦，安尼甲买落去。我毋知影上帝伫即个买车的中间，伊有啥物款的意思？后来咧，甲这2个人开讲的中间，就是迄业务员咧开讲的中间，因2个拢是玻璃人，南投迄玻璃人。伫咧开讲的中间，一个业务潘小姐讲，她有一个客户伊拢会捐车，要互病院毋知要捐倒位啦？我安尼好，你来捐玻璃基督教病院院长。咱新竹中会光荣教会的长老，伊较早伫马街做副院长，才去做院长。伊是咱嘉南教会出身的苏长老，迄苏富山的学生。哇！你我就赶紧来敲电话给这个苏院长。但是这潘小姐客户因为伤无用，所以无捐。我就毋敢讲这样代志。后来，另外一个迄个范先生伊的客户要捐，哇，就捐互这个玻璃基督教病院。那伫上个月6月24号交车啦，交车。交车中间呢，迄个穿黄衫迄店长普里镇长有去我以同班同学，国小同班同学，哇，非常的奇妙感谢主呢。买1送1这见证偌好讲嘞，买1送1，真正是送一只，这只免钱八地教会迄只爱钱啦，咱想讲买车的过程的中间，只要你的心系教会，你的心系着这个医院的需要，因为牧师伊这病院就诊的时阵我有去参加。
哇，伊嘛是足烦恼，因为伊拢爱去偏乡啊，迄个南投遐山内啊去服务啊，所以即间教会咧，即间病院咧经营较辛苦。所以我们心呢有去悟着伊的时间，所以伫迄个中间呢，神迹就发生啊，拢有上帝，只伊的必然，因为伊的必然是要互信伊的人，互伊的囝儿来得到丰丰富富的恩典。上帝所要互你的，是超出了你所求所想。神要给你的，是超乎你所求所想。疫情的中间，逐间教会无人，奉献有诶减8成，有诶减9成。无礼拜是免哪有收入要奉献，但是上帝伫8日教会、祈祷会、拜三祈祷会、线上祷告会，即礼拜45个参加，顶礼拜50，佮顶礼拜49，拢45到50啊。普通时祈祷会10几个，疫情的中间竟然40、50个，感谢主。6月份的奉献，普通时的2倍，你嘛想袂到，34万，拢遮的新的会友来，有一个青年徛奥多拜徛半点钟，来奉献200块。伊普通时间，普通时，伊就找时间来教会奉献。因为我牧师你要笑我献少这是我的零用钱，这是我的零用钱。我会当献200块，伊摕200块来奉献。兄弟姊妹，上帝所予你是超出了咱所求所想。今年4月初4，咱8日教会教会巴德教会，佮生一个孙啊，平安会行动教会要生这间教会进前啊。我压力足大，唔敢承担啦，一直祈祷，无爱拒绝这种使命啦。迄个郑牧师就是过来不断咧来催我，唔帮我刷，有一日我咧祈祷的时候，圣神感动，一直流目屎啊，他一直流目屎，查甫人较会使安尼，就知影，这上帝的工啊。时间到啊，无接袂使啊，就甲伊承担起来。心平安了，甲社会沟通好，无人反对。生一间教会较简单啦，大间都唔敢，你这小教会你阁敢生，好诶，无人反对，欢喜甲，咱会当生囝，真好，30几当会当生囝。所以伫今年4月初4，替新竹中会生一个囝，叫做平安会行动教会。8月初日后礼拜下晡，这牧师要就任。旧年较10几个啊，今年搬来到遐的时阵，安尼50几个礼拜，2倍成长，感谢主。主使用咱，咱就爱结果子。毋若爱结果子，爱互这果子会当久长伫地，就是你爱努力拍拼，带会友传福音，带会友不断找到伊生命的意义。迄个5年的中间背后迄必然爱找。阮的兄弟姊妹将时间金钱分别做成1/10的奉献，爱祝福教。阮的兄弟姊妹做门徒。做耶稣基督的精兵，安尼，这兄弟姊妹就会当不断经验着福音，就是上帝的大权能，要拯救一切相信。只要相信，你要不断经验上帝的大权能。无论什么款的风台、什么款的试炼、撒旦什么款的攻击，伊都袂跋倒，伊都袂离开，伊要做这间教会的跳蚤。伊要做福音的勇士，因咱找到意义了后，咱相信上帝所予咱是超出你所求所想，
主耶稣讲：恁奉我的名，五辈无论求什么，我就拢赏赐互恁。兄弟姊妹，你的生命绝对毋是偶然的。你若跳出这个偶然的壳壳，你就要找到生命的意义、存在的意义。你若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你就要得到永生的盼望、永生的应允，要不断经验上帝丰富。你袂阁彷徨、茫茫渺渺，而且你会当结果子。那你会当结果子，汤教会嘛会当结果子。佮通过咱门徒的训练，或者果子会当久长伫地。毋通咱伫吴牧师的领导下面，咱的教会搁一摆结济济果子，来荣光上帝。咱大家好来祈祷。天顶的主，阮满心感谢你，借着阮大将传播纪念主日，你的罗卜来到伫你的名所设立的堂教会，主阮相信有你美好的旨意，引带吴牧师来到伫这个中间，要带领阮来归向你，要带领阮对生命偶然的背后来找到迄个必然，要带领阮伫茫茫渺渺的生命过程中间来找到意义，找到生命的意义。所以恳求你的话，搁一摆感动阮，激励阮，互阮会当伫你的话顶悬来找找意义，伫你的话顶悬建立信心，建立疼心，互阮的教会搁一摆会当结果子济济来应献上帝你的名。安尼祈祷恳求，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因多谢德牧师的正道不勉励，愿上帝祝福伊。下面咱继续来吟圣诗525首，圣诗525首，愿为万民求主照顾。
大家对我同摆。也我会祝福，互人好业，也无掺油分伫内面。箴言10章22节，请。也我会祝福，互人好业，也无掺油分伫内面。箴言10章22节，拜。也我会祝福，互人好业，也无掺油分伫内面。箴言10章22节。消息的报告。顶周的聚会的情形，请咱大家来参考。奉献的情形，请咱家己来看。然后电台则问即个六楼财务干事来甲你查。第二项，消息报告，头一个是今仔日本主日是总会所定的大众传播奉献主日，欢迎杜牧师代表大众传播基金会。来请安个报告，甲证道大众传播基金会成立到今，已经过真侪挫折，伫转型的期间，继续用最省的成本的方式，通过 YouTube、频道、甲 Facebook 粉丝专业来尽媒体宣教的责任，期待通过这个网络媒体，将福音的种子往普天下来传出去。咱来恳求大家，恳求大家，这牧长兄弟继续来关心、带导、奉献、支持传播基金会。奉献的方式，请咱去教会办公室来摕奉献袋啊，也是邮政来发报，这发报号码来19549591，号名是财团法人。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传播基金会，也是对银行来转销。银行的代号是803，这个联邦银行仁爱分行，账号是015508072888。转销了以后，佮回传交易的这明细、佮联络的资料，这个基金会会寄这奉献证明给咱。第二项主日学。这个线顶的教学的礼拜，请家长来陪伴小朋友来做伙学习。第三项，请参加线顶的礼拜时，一定要签到，同心来守礼拜。第四，邀请这个会友，若是有备奉献，装伫这个信封袋内面，甲署写名，甲日期、企业、奉献的内容。后尾我输的时阵，才摕来教会6楼办公室来奉献，收来奉献。后主日8月初一的地区的中级长老团组织，执事是拜六黄腾义，礼拜日是吴启芳。8月份的中级会用线顶的书面报告，请各部将这个7月份的报告来交予办公室来整理。小会是后礼拜中午12点要召开，这实体会议啦，实体啦，请小会员大家拢来参会。小会消息，2020年的中级有选票，这是8月14中午要截止收件，8月15要开票，要将这个有选的遐来投伫这个有选票来投伫教会1楼的收位室遐。其他的就是这个疫情虽然是有公布讲是降为第2级第2级，总是呢这个疫情也存在啦，所以嘛讲咱兄弟大家爱落实这个防疫的规范一定爱量体温啦，那个消毒手爱洗，请咱遵守这个防疫规范。消息报告，要教会消息。2021年下半年度的受洗礼班啦，这嘛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无实体咧上课，用这个线顶来上课。要受洗兄弟嘛讲你会敲电话来办公室来了解，来报名。其他的消息，这个图书合作社伫今仔日中昼11点半伫701来召开会议，因为这疫情的关系咯。咱这个袂当超过5人，所以说理事长甲监事会主席、贷款委员会的主席以及监事4位来出席。其他的呢，阮会记录互恁，你才甲阮这个签名着。
以上咱这时要来请吴牧师来补充报告甲介绍。来，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这是来补充报告几项。头一项，咱特别欢迎道宗仁牧师，佮转来到桃园教会，甲大家请安，甲问好。道牧师也是我伫新南院的时阵，我做新南生去到屏东民和教会实习的时阵，伊是我的牧师，也是我的老师，所以真特别，真正毋是偶然的机会安排我来桃园教会。愿上帝祝福，互八地教会以及道牧师现在伫八地教会伫这个所在，真正会当兴旺福音，上时也祝福人在，互八地教会真正成做上帝所动用的器皿甲器具。咱搁一遍用普话声来欢迎，来多谢道牧师今仔日伫咱中间的分享，多谢多谢。第二项代志，就是亲像咱大家拢知影，对26号以后，就是7月27号以后，这个疫情中心有宣布，咱会降做2级。降做2级了后，伊嘛有简单的说明。不过，咱的小会其实即几工其实包括新竹中会、中委会。包括鼓山教会啊、小会也好，也是咱的小会员，其实拢伫线顶有小可的分享甲讨论。实际上到昨昏，就我所在，汤市政府的这民政局也是好，民政局也好，也是宗教科也好，因拢咧写这个指示，就是伊会当指导讲看咱宗教团体，也是宗教场所会当开放到偌济。安尼才会当稳当，所以应该是对即礼拜开始，咱才会当慢慢知影到底桃园市政府的规矩是啥物款的规矩。因为安尼虽然伫后礼拜第27号了后刷落来，咱会当渐渐解封。不过小会为着谨慎的起见，因为安尼阮会真细致来斟酌看。伫咱的教会内底，会当容纳偌侪人，以及咱嘛爱做出防疫计划，透过安尼来伫咱的教会内底来实施。所以，请大家毋免烦恼。不过，请大家嘛静待小会开会了后，才甲大家宣布这个消息。所以，刷落来要欢迎咱大家慢慢转来，总是。要安怎转来，以及实体礼拜安怎进行，请互用阮互小会员小会来开会了，才甲大家宣布。所以请大家来静待这个小会开会了后的结果。愿上帝帮助，互咱的教会，互咱逐人，不管伫倒落，拢通伫疫情中间得到平安。上时也邀请咱大家若有。这个住有风社的资格，请早日来住有风社，互咱的身体以及咱的环境会当哪来哪好。上时也为着疫情来祈祷，毋望这个疫情伫台湾咱的社会内底会当慢慢平散。愿上帝赏赐的平安就甲咱做伙伫地。上尾一项。同款要邀请咱大家来为着新安广电视台以及大众传播的这个福音的事工来祈祷，上时也邀请咱为着这个福音的事工来奉献。愿上帝甲咱做伙伫地，愿上帝赏赐的平安，真正甲咱做伙伫地。下面咱来说只上演386首，386首。天下万物，万国万民，吟诗说，请道牧师来祝祷。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特别上帝的慈悲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正兄弟姊妹三甲弟弟，对一粒到永世代无尽。阿免。请起立，行平安礼。耶稣听你，愿你平安，平安。